各位請坐。今日我哋聆聽嘅第一篇讀經係舊約嘅以撒亞先知書嘅第55章。當人向上主獻上禱告，上主係會聆聽同埋回應人嘅禱告。同樣，上主嘅話係必須要求人自由去回應或接受或拒絕。天主嘅話就好似落喺肥沃嘅土地上邊，就會結出好多嘅果實。為咗更好了解同埋體會呢段說話嘅意思，讓我哋進入呢段說話嘅具體歷史背景，係講公元前嘅第4世紀，以色列人佢哋被充軍到巴比倫已經有好長嘅時間，佢哋思鄉之情呢日益增加，因此佢哋時都會問：我哋幾時可以翻去自己嘅家鄉呢？面對呢一群人心中嘅願望，上主為佢哋派咗先知，向嗰啲貧乏不堪嘅人宣告即將來臨嘅解救。但係多年過咗之後，冇乜嘢事情發生，咁樣嘅延遲增加咗佢哋嘅失望，甚至係絕望嘅。佢哋喺度諗，究竟上主嘅話幾時性實現呢？面對呢個疑惑，先知用咗一個圖像嚟回答佢哋嘅問題。上主嘅話就好似雨同埋雪一樣，從天上降下，佢從來唔會空手咁翻去天主嗰度。咁樣嘅結果當然係取決於上主嘅話落喺乜嘢嘅地方。先知用雨同埋雪嘅形象，季節嘅循環同埋種子嘅緩慢生長，係話俾我哋知道係唔能夠期望即時嘅結果。上主嘅話通常要經過好長嘅時間，正顯示出果實，同樣要取決於人嘅反應、選擇同埋決定。另外睇下人係咪心硬、固執，都係有關係嘅。喺巴比倫充軍嘅以色列子民，正係懷住呢種心情去等待救活。佢哋確信上主嘅話係句句真實，上主嘅一切作為係完全可靠嘅。幾年之後呢，佢哋第一批以色列子民能夠離開美索不達米亞，翻去自己祖先嘅家鄉。因此，信賴同埋依靠上主話嘅人呢，總會有日能夠得到良好嘅結果。最近呢個星期裏邊喺我哋香港舉行一個叫做街童御運證人嘅聖髑朝聖之旅，而呢聖髑依家就喺隔離，就喺明愛禮堂，有150多件。推行活動嘅 Father Carlos 佢提到係要靠天主嘅恩寵，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成聖嘅。正所謂聖人都有過去，罪人都有將來。為咗了解上主藉住某一位聖人有咩話要傳遞俾我哋唔需要深究每一個細節，因為我哋都可能發現某啲聖人佢哋都曾經有錯誤同埋過失，但我哋要默想係佢整個嘅生命，佢哋整個嘅成聖旅程。喺過程當中，佢哋都會有疑惑嘅，有不安，有失望。但係聖神引導佢哋，慢慢幫助佢哋一日成聖，一生每日不斷嘅成聖。正如聖人葉理諾佢話：我哋唔係欽崇聖俗，我哋唔係朝拜呢啲聖髑，但係我哋敬禮殉道嘅遺骸，係為咗更卓越咁去崇拜殉道者嘅天主。我哋對聖髑嘅敬禮係我哋對聖人同埋天主一種愛嘅表達。今日我哋聆聽嘅係馬太福音嘅第13章，耶穌用一種新嘅教育方式，善用運用譬喻同埋圖像去敘述。耶穌曾經講述過牧羊人啦、漁夫啦、商人啦、稅吏等等一啲具體嘅故事。喺今日嘅福音當中，耶穌為我哋講咗一個深奧嘅主題，就人總想尋求一個答案，就係問點解呢個世界咁有邪惡嘅存在呢？點解天國喺人間嘅存在要經過咁多困難痛苦呢？面對呢啲問題，耶穌用佢最常用嘅解答方法，用譬喻嚟去回應。耶穌用譬喻為咗教訓當時嘅群眾。
因為初期基督徒團體亦都將呢啲嘅教訓實現喺佢哋自己嘅團體生活當中所遇到嘅困難。喺譬如當中有點值得我哋留意嘅，就係大量嘅種子竟然間撒喺一個貧瘠嘅土地上邊。農夫嘅行為有時令到我哋驚訝，差唔多3/4嘅種子落喺路旁啦、石頭啦、荊棘啦，俾飛鳥食咗，或者被曬焦窒息等等。作者咁樣描述嘅目的，就話俾我哋知道一個好重要嘅事實，就反映出世界嘅邪惡勢力呢，仍然係好強大嘅。佢進一步去敘述，突出咗邪惡勢力嘅存在。力量咧係強嘅，種子佢唔能夠發芽，就算發芽亦都唔能夠生長，生長起嚟亦都會被窒息。點解會咁樣呢？如果天主係聖善嘅，點解天國嘅成長有咁多反對勢力嘅存在呢？就係耶穌佢願意解釋，耶穌用呢啲譬喻係為想嗰啲失去信心嘅信徒帶嚟積極嘅訊息。因此，門徒詢問耶穌傳教工作究竟有咩意義同埋價值呢？因為喺佢哋實際生活當中，好多時到處充滿住反對嘅聲音同埋障礙。耶穌嘅譬喻當中帶出咗，因為天主嘅話係有生命中不可抗拒嘅力量，係可以使到門徒嘅工作結出豐盛嘅果實。耶穌講譬喻係幫助門徒去辨別喺困難當中，上主嘅話仍然可以同每一個人相遇嘅。不結果實唔係取決於種子或者撒種有問題，往往係取決於土地嘅性質本身係乜嘢。我哋可能會發現好多人佢哋雖然間好努力，但係往往徒勞無功。但有日麥子將會發芽生長並結出果實，上主嘅話將每一個人身上係產生作用同埋效果嘅。剛才我哋提到呢一個御運證人嘅聖髑朝聖旅途當中，為我曾經星期三都去過，最觸動嘅係12宗徒嘅一齊嘅聖髑。我睇到，我默想到呢一班被視為平凡同埋軟弱嘅人，但係佢哋最重要呢，佢哋每一個人都係耶穌親自揀選同埋派遣嘅。聖人都有過去，罪人都有將來。呢150多位聖人嘅聖髑，正正係見證咗復活嘅基督喺我哋當中，幫助我哋能夠經驗活生生嘅天主。事實上喺我哋呢個座堂裏邊呢，都有30多個聖髑，無論係呢個中華殉道聖人呢，喺呢個祭台下邊呢，喺呢度就喺呢度有一個聖人叫 Father Pio， 喺佢在生嘅時間，每日差唔多超過10小時就聽告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前嘅時間，佢都去嗰度聽辦告解嘅。會有好多人喺佢哋告解過程裏邊，好多嘢發生咗。好多人哇，點解呢個聖人知道我啲嘢？天主俾佢嘅神恩，甚至佢有5傷啊！呢個上面有啲布就係佢啲血啊，所以係1級嘅聖髑。我哋放喺呢度就提醒翻我哋，天主嘅慈悲係大過一切嘅。除咗呢30多個嘅聖髑，其實好多嘅石像啦，嗰啲壁畫，再次提醒我哋，原來我哋嚟到唔單止係聖堂啊，我哋係臨在喺聖人當中嘅。同埋被邀請，我哋都要成聖啊！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成為聖人，喺生活當中為基督作見證人。今日嘅聖經俾我哋2個嘅喜訊。第一，上主嘅話通常係需要一啲時間先能夠結出果實，因此我哋需要更大嘅忍耐，同埋同上主嘅話結合一齊，相信上主嘅話係不可動搖嘅，同埋充滿動力嘅。第二，耶穌講嘅譬喻係為咗幫助門徒去辨別生活中困難嘅時候，上主嘅話仍然可以同每一個人相遇嘅。而上主嘅話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係可以產生作用同埋結出果實。回應今日嘅聖經，就讓我哋謹記，聖人都有過去，罪人都有將來。縱使間我哋仍然有不完善，
我哋家庭團體裏邊仍然有矛盾同埋有衝突，但係上主邀請我哋，讓我哋盡力同天主聖神合作，能夠活在當下，愛在當下，愛在不完美當中。願天主永受讚美。